我这老人拢毋捌来到基美博物馆，这回来大家足欢喜的，2、3天前就伫咧期待这天要让来出来佚佗，有够好的，办这实在有够好的好。好坐公车就是坐公车在好耍，搁咱若用游览车甲载出来，搁无好耍啊。坐公车因为呢，大家拢毋捌咧坐啦。大家若有出门的时阵拢讲囡仔咧载即厝呢，坐这公车的时候，人讲我做无相共的呢。重点是说，我们会把村里关怀据点，以前都是社区里面的家户访视、关怀网电话问安这个部分呢，那我们把它延伸到社区外，社区跟社区之间，还有我们的景点之间，让这些社区的长辈们能够走出了社区，然后大家共同来做社会参与。简单讲，互老大人健康就是后代囝儿是世幸福啊！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已进入高龄化社会，为鼓励长者踏出家门，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台南市政府社会局特别规划适合长辈们的公车轻旅行路线，邀请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们，由志工带领一起搭乘公车出游，到景点或是博物馆游玩。搭乘公车出游不仅便利，台南市民持敬老卡可享不限次数免费搭乘公车，公立景点也可享免门票或半票优惠。希望市民们在闲暇之余可以陪伴家中长辈，搭乘大台南公车来一场轻旅行哦。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坐公车来佚佗，一方面来向我们咱的好朋友我们是我们年长的好朋友。咱知影介绍讲咱这个公车的路线，主要坐公车去咱的景点来佚佗。咱台南有做者好山好水的所在，我们都很期待我们的长者能够多了解我们台南本地的人，因为幅员辽阔，有时候西北的不知道西南的景点，有时候西南的不知道西北的好玩的地方，所以呢，有这个借着公车来交流是有必要的。那加上搭乘台南市的公车本来就有优惠，市府都有补贴。所以说，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尤其是阿公阿嬷我们年长的好朋友，多多利用这个公车，能够作为轻旅行最好的这个交通工具。那这样子，兴奋得利各位当佚佗的，这盖熊盖贺，所以我们市府会加力推。也谢谢许多赞助支持的社区，还有我们社会局的社工朋友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打开阿公阿嬷的视野，增加这个他们的脚力，所谓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减碳是全球性的议题，而且有关台湾未来发展，国立成功大学开了10天的时间研究开发，做出全国第一座负碳排的示范工厂。这套技术会当将二氧化碳成为有效的工业原料。24日，副总统赖清德也特别登来到台南参加负碳排示范工厂的启用典礼。3、2、1，请揭牌！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成功启动。回到母校，见证全台湾首座负碳排示范工厂的成立。那这个呢，也代表了台湾迈向2050碳中和一个非常关键的里程碑啦。那我要特别代表蔡英文总统感谢大家的努力，也要特别祝福我们的工厂今天这个算是开工嘛还是典礼顺利未来的运作圆满成功在台湾迈向碳中和的路途上面扮演最关键的力量。对于碳排的减少是不仅是台湾，不仅是台南，是所有国家全球面临的严肃课题，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负碳排
实验工厂的一个目的。所以很期待，也很感谢成大以及所有的在台前这些企业，大家所做的努力，还有包括中研院廖院长大家所做的这个贡献，也让台湾早日朝向低碳岛的目标迈进。由国立成功大学主导建立的负碳排示范工厂，研究出会当将 CO2 捕捉纯化，再将纯化后的 CO2 原化再利用，未来将伫咧中油、中钢、台电、台塑等碳排大户建立。展示在各位面前的新血结晶，其实也是成大90年来基因不变化的再一次发挥。超过10年以上默默的研发，超前部署的负碳排示范工厂，将 CO2 资源化。不仅可以达到大规模减碳目标，也能够落实风光绿电储能，实现再生能源稳定供电。与台电公司所发展的杨董事长这边的努力 ，P2G、G2P 的技术不谋而合。这个试验场域更期待未来能够跟扩大所有今天在座的各大企业好朋友，规划负碳排的合作，协助南部产业的聚落发展，跟减碳绿能的基础建设，加速国家规模的绿色转型计划，共同创造台湾循环永续绿色制造的竞争优势。成大校长苏慧珍表示，全球至少有127个国家、524个城市宣誓2050碳中和气候愿景。这个由成功大学主导建立的负碳排示范工厂，会当解决全球暖化问题，实现环境永续的目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议会定期会上午伫经济发展局的业务报告，有关淡市招商投资开发当中，议员王家珍关心的是大台南会展中心议案，因为根据了解，原本今年12月底完成，不过卡伫委外营运厂商内部装修工程以后，所以预计明年111年第一季才试营运。第二季开放办理展览，议员强烈要求市府一定要掌握该重大建设的进度，唔通任何差错。以你的报告来讲的话，这个案子明年第一季的时候可以跟台南乡亲见面了吗？是不是这样？台南会展中心的部分我们希望它在明年第一季可以跟乡亲们先进行相关的营运测试包括能够让乡亲更了解会展中心。这两个部分，我跟议员报告，我亲自跑了国贸局4趟，都是在讨论，希望可以在明年这个营运之前，就营运前，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测试，以及它可以这个第一次的 opening 的开幕的时候，能够很快的来让台南乡亲能够更了解。局长，你们的责任就是让我们台南乡亲看到了这一个重大建设。是。我们常常听到许许多多承诺给台南人的建设，到最后都是随风逝去。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中央给了很多资源嘛，对吧？所以我们务必希望局长对这个案子要慎重，而且呢，在进度方面要掌握得当，好吗？因为中国第二次宣布禁止台湾往来进口以后，顶礼拜可以验出航海禁止台湾的len物石刻进口。对此，议员王家珍认为，不管敢是政治因素，要求市府明年针对台南农产品外销一定要提早应用。除了国内民众的消停，也要开拓其他市场，积极协助农民来行销。台南新闻管志林根采访报道。对疫情3期境界到达已经超过4个多月，议员蔡淑慧表示，包括电子游戏场定被纳入8大行业的业者，到现在疫情稳定控制，游园无度恢复营业，除了替艰苦业者甲活袂落去的员工来清明，要求经发局协助纾困。更重要是，因嘛是合法立案要开店求生存。任何的一个行业，只要卡上8大行业，它依相关法令来说，是不是更严苛？是不是？只要它是8大行业，在我们设置的范围里面，设置的法令来说是非常非常严谨的。结果在这次的疫情里面，8大行业没有办法开放。8大行业，你们给它冠上它是色情吗？它是赌博吗？如果是这样子，根本不可能存在。既然它是符合法令设定的所谓8大行业，在这次疫情里面4、5个月，他们没有办法开业，
这些在那里上班的人，我们不想业者，我们不想做这些大老板，我们去想一下，这些在这个职业职场里面上班的这些人怎么活下去？他们的纾困有门路吗？他们的纾困可以申请到吗？因为一句8大行业，所以大家不敢去声援他们，因为一句它是8大行业，所以它是违法的吗？不管今天是舞厅、电动玩具店，只要冠上8大行业，你们通通不准，你们通通不准他们开业。像每个行业都非常重要。那我们目前之前包括协助8大行业或电子邮业在劳工的申办那一块，我们也跟劳工局他们不要你们给他们纾困，他们要的是可以正常的上班。这个我们也他们不需要纾困，他们要上班。不管是受疫情冲击，各行各业的纾困，或者是固定协助企业甲青年创业贷款等等，经发局伫工作报告当中强调，到今年9月中，包括协助厂商申请纾困的金额已经超过27亿，申请资金补贴毛1亿9千万等等的成果。不过，对着这群因为疫情被停业的8大行业，不满政府互因成为纾困的孤儿。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对于台中被批评去年购物节的成果膨风，毛议员台顶特别去调阅台南市经发局针对去年咱购物节所办的成果报告书，议员发现其实厚一本，多数拢是活动过程，对着经济效益、参与人数等并无明确说明。而且消费三大的数据有35亿，毛66亿外，有真大出入，要求检讨。工作报告你说是60几亿，但是你这个工作报告上面写的是35亿呀。跟一作报告那个66亿的部分，因为我们去年是从7月振兴是从7月15号开始跑，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在做那个发票登录。那我们数字其实这个都是数字啦，哈，到底这个活动带来多少产值，哈，到底增加了多少？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要具体来讲出来的啦，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说，其实台中那边中经院他们就说，其实产值带动的平均效果有多少亿 ，GDP 创造的平均效果有多少亿，就业支持创造效果年均有多少人次，哈，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具体的资料跟数字，哈，那我们其实到底登录了多少亿发票等等的，哈，其实那都是目标，哈，但是我看数字就兜不起来，哈，你刚才讲66亿，你的工作报告上面写的是35亿，哈，你的数字都兜不起来。这个议会大会开议头一天，无分哪里，拢针对体育处升格为体育局，用增加编制加资源来发展台南市的体育有真大期待。尤其2023年，台南市阁要举办全运会，而且6都当中就咱家新北市无设立体育局，所以议员除了当面向市长争取，嘛希望得到社会认同。我想如果台南市体育处能够升级为1级的单位才是最实际的行动跟方法主要是因为我们看到2023即将来到的全运会在台南市举办，那我们也看到体育处累积了许多中央建设经费的一个工作量，将体育处能够升级为1级主管单位是最实际的行动方式，因为我们才能够让这个体育处将他的能力跟实力发挥到最大的效应。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次的奥运，包含台南市也栽培了许多的优秀人才。那身为1级的单位，那未来我们也可以有更多的能量资源在体育局里面来发挥。议员无分哪里拢支持体育处升格，对此市长黄伟哲表示，未来会朝向充实人力方向进行，升格体育局嘛是选择项目之一。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今年拢总有4位传统的工艺大师得到文化部林间国宝的殊荣。
文化部嘛准备伫咧明仔9月25号来举办授证典礼。市府为着要表达感谢，佮有肯定，特别选伫咧授证的前一天先颁发花甲卡片，来肯定艺术因对传统工艺的贡献。这个人间国宝，咱台南市这边的4位吼，也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吼。大家伫艺术工艺部分的这个表现吼，当然是若是讲今仔摕到这个人间国宝这个奖项，当然咱伫这个城市所做的吼，包括咱伫天后宫嘛，拢会看到大家作品，很多庙宇里面都有看得到大家的作品吼。迄个作品已经是领奖是一个荣耀加身了哈，但是大家的这个过程里面已经就是名副其实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国宝。今年得到授证的4位艺术，包括泥塑的杜牧和艺术、剪黏的纯生活艺术、玉雕的黄福寿艺术，佮有传统木雕的蔡德泰艺术。4位艺术分别伫不同的项目，用各自的人生感触，创作出完美的工艺作品。以目前全台湾，咱是属于重要传统工艺的保存者吼。所以去年是这个陈启春老师吼，所以拄仔讲伊是大学长。不过吼安尼，这嘛是表示讲咱台南吼，伊传统工艺方面会当讲伊台湾会当讲是上强的啦吼。所以这几档透过大家的努力，咱有足好的这个成绩吼。市长嘛是感觉讲这几档咱有地方中央认定这的技术保存者遮尔济，所以市长也特别去争取到天人工商，要做咱这个所谓的文化资产保存传习中心。所以未来这个所在，而是为大家设的对，而是期待讲大家有一个所在会当来做传习的工作，来教学生咱的技术好传承落安尼咯吼。最后，市府表示，台南市一直有咧推动艺术的保存甲传承，并伫咧逐档拢会举办向大师学习的课程，为台湾传统工艺传承尽心尽力。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富力建设甲云非凡美术馆首度跨界合作，伫百汇6楼文化馆举办意蕴非凡富力家族艺术联展。开展即天，文化局副局长陈修成、富力建设总监陈聪图、新天地店长吴佩芳以及侪艺术家，拢做伙出席，场面盛大隆重。新湾商业它本来就是一个营业性的百货公司，那它一直在做美食展览，做一般的商务品的展览，那这次把它融入一个富力家族的艺术展，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另外一个展览哈。那我想富力有云南美术馆，那我们也带着富力家族他本来就有创作的，或是我们也请了老师在引导我们富力家族的成员进入自己创作。我想这个是让富力家族引导出全国，我想每个社区就用瓦砾碗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这样感觉是一个蛮棒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的文化跟艺术能够走入到民众的生活空间，因为我有走入到他们的生活空间，才容易让民众遇到。让他们遇到文化或遇到艺术，他们自然会对它产生共鸣我想这个部分也一直，我从在文化中心，然后来到文化局，一直都希望这样的东西可以被推展那也谢谢我们陈总现在他可能比较多的时间是花在文化跟艺术对于建筑，他已经把它升华到文化跟艺术的一个层次。这一次非常荣幸能够跟台南最知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富力建设旗下的云非凡美术馆，我们共同来策划。那很感谢在场有很多企业家还有艺术家的共同延展。那这边的作品有高达100多幅。那待会儿呢，也请各位能够跟我们共同的欣赏。这次的展览总共邀请20位台南在地艺术创作家展出画作以及点的作品。展览的现场超过100幅精彩创作。介意艺术的观众朋友，为即马开始一直到10月24号进前，会当来新港山外台南新天地6楼的文化馆欣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伫个大脑神经退化性的疾病中，
帕金森氏症排名第2，敢若输予阿兹海默症。伫帕金森氏症的临床表现，伫个身躯无振动的时，会出现无自主的颤抖、甲肌肉僵硬等。因为大脑的脑干黑质中多巴胺的神经元来死亡，造成多巴胺不足。伫个过去的诊断，必须要经过4-5个月。不过现在有一种先进的磁振扫描仪，磁敏感的加权造影，会用个大大缩小诊断的时程。过去来讲，我们诊断帕金森氏症除了我们的病友他有一些神经行为症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颤抖以外，那他来我们神经科门诊，如果有我们帮他诊断完之后，如果给予一些药物，还有一些传统的影像检查，协助我们去帮忙诊断出帕金森症。但是在过去来讲，正确的诊断帕金森氏症需要时间，有时候需要4个月到6个月，甚至有时候包括核子医学检查。那目前我们本院这2年，去年的时候有引进最新的磁振造影，那它可以帮我们病友缩短正确的诊断帕金森的时间，可以在1个月之内帮病友做一个正确的诊断。那我们借由就是所谓的这些使用所谓新的磁振造影、磁敏感加权造影，可以帮我们的病友做立即而快速的诊断。以对于我们的病友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他可以后续的药物可以做一些正确的治疗的一个策略。医师强调，有了正确的判断，帕金森氏症会用透过药物、运动加充足的睡眠来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现在嘛有真侪药物会用来改善帕金森氏症患者的生活品质，虽然未用来完全好，但嘛会用来得到控制。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安南病院引入贵上的医疗仪器好神刀，目前全台湾敢若有4台，伫南台湾更是安南病院才有。病院希望用透过上新的科技仪器来针对肿瘤的治疗更精准、更加快速，嘛希望会当透过新的仪器来帮助更多癌症的患者。我们责无旁贷，对台南地区乡亲父老的健康照顾，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们本来承诺从一个地区医院，那现在升格到区医院以外，我们希望有部分的医疗设施或医疗水准可以达到医学中心。那今天这个好神刀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放射治疗，那但是呢，它又朝向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跟所谓的更科技的方法来照顾我们需要做电疗、放射治疗的这些病友们。那这个好处它第一个它是全台湾第4台是南台湾的第1台，这个癌症病友的照顾大家都责无旁贷。那它除了更精准、更迅速以外，它对一些环境的保护会更好。那我们希望就是说，不管是我们的友院，那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除了我们自己院的病人，我们可以服务其他友院的病人。安南病院放射肿瘤科张凯祥主任表示，目前较常看到的仪器是瑞士刀，不过好神刀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当比瑞士刀更加精准到肿瘤的部位来进行手术，而且咧治疗的规定的时间嘛比瑞士刀较紧。另外，好神刀的备存管道嘛较低，借此嘛会当降低患者咧治疗的时阵的危险。好神刀的部分来说的话，它突破了以前传统这个吸型加速器的一个限制，所以它的治疗的这个高输出量跟这个治疗的速度都会比以前的来得更为快速。所以对于一些可能我们在治疗上面可能平常要用比较久的时间的病人的话，其实就有帮助。那对于一些像我们在骨盆腔的位置，像今天这个攝護腺癌的病人啊，或者是我们的腹癌，或者是这个肠癌的部分的话，它都有蛮显著的影响。那对于一些像可能我们其他的位置，像我们的这个胸部的部分，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部分，我们在好神刀的基础之下，会搭配一些呼吸调控的方式，让它在短时间可以快速的达到治疗的位置，有效的去闪避它的正常组织，达到更好的治疗的一个计划的呈现。这样。上重要的部分，好神刀会当降低患者咧治疗的时阵的无爽快，对身体副作用嘛比过去更较少。安南医院好神刀赞！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
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